是吗？是要删吗？来，OK，这应该有个节奏吧？什么节奏？你现在看起来真的很荒谬哎。啊，有了，有点感觉。我来烤香肠。这个热爱香肠，会不会到12点我们还没有东西吃？还好我有买鸡爪，你看我饿了该怎么办？鸡爪好吃吗？还不错，好，很结实。哎，火灭掉了，啊，真的是比悲伤更悲伤哎。好难哦。火种全部都灭了哦。对，就烧光弄了。下去了，就起个火，只是谁会把所有火种都丢下去？到底谁？我没有生过火，一般烤肉也是别人弄好肉给我吃啊。别个不瓦固，要不要烧整箱的火种？先冷静。有有点样子。我这样牛排烤得起来吗？很难的，哎，我们烧全部烧成红的就可以了。好像再不顾火又要灭掉。怎么又灭了？有烟啊！哎，焦掉了。为何没有火可以烤到焦掉就？刚刚火很大，然后突然就没了。你两个是在不多几出它？刚刚就不应该有了放那么大颗，你看我着起来了。有了。你看被我扇一扇就着起来，看看。哎，先不要删了。哦，别的。有啦，还是不放过那3根就对了。要不然怎么办？你不能放在火上，它一下就焦了啦，它会外面焦，里面不熟，你要放边边一点。我吃没那么焦的哦。我已经在滚了，能看到？好，那我烤牛排好了。哎，你干嘛？你是不是？啊，烫。哪里烫？你不要按到我大腿上面去。哦，火很旺哎。不要，要有耐性烤。真的吗？对，它已经熟了。放着，哪有？不要把它拉进来一点了，放中间，很烫这样它会受热不均匀。对。这个应该烤焦的吧？等等哦，对，我们香肠应该可以吃的吧？早就可以了。真的吗？对啊。我试试看，我想烫死。哦，好烫！哎，你会被烧到，你往后一点。我火变这么大。今天好像菜买太多对。不可能现在才发现吧？因为这香肠好出一根哦，吃完1根就饱了吧？你买15根的，你给我吃哦，很大只哎，这香肠，这个很红红的。本来香红的肠红。不行，那个没熟，不要吃。哦，你那个还熟你那个太红了啦，哇，好，牛排这样煎就熟了。熟了啦，你把这个哇，你加了什么东西？米酒跟麻油啊，胡辣，哎，为什么有2盆？一个是蛤蜊啊，我们这3个在外面，要没姐姐的话会饿死啊。知道就好。我是只是想说，如果哪一天我们不在的时候，他们俩到底要怎么吃饭？